后来继续要来讲，伫这个中秋节，大家咧过节的同时，中共佫派出一只反舰机，伫昨来进入到台湾西南边的空域。再去佫传出讲，佫有阿强的无人机飞来台湾周边的空域，绕来台湾。中秋节台湾的民众拢咧喊骂，不过中国煞派一台运8反潜机进入台湾西南方的防空识别区，伫车机透早，另外一只又过来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西南空域，高度2000公尺的中共军机已进入我空域，影响我飞行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中国军方的媒体伫咧同一天的社论嘛讲，国家要强，军队嘛爱强，军队强才有国家安全。不过伫这个关键时阵来动作，根本就是针对美国。8天长假的第一天，他仍然进行这种常态化的军事活动，显示了他们呼应习近平加强所谓全方位斗争这样的一个要求。在军事上，那他的相关的作为来讲，那亦复如此。美国研究单位负责人嘛，伫咧富比士的杂志来指出，武装台湾唔乃是要维持这个岛屿的自由，因为若是北京突破第一岛链，西太平洋地区的一切都有变化。台湾安全，我们靠我们自己，但是我们不是祈求世界来帮忙，而是这个自由民主的世界要帮助自己的话，必须先从保护台湾开始。随着两岸的情势愈来愈紧张，台湾军事的地位有偌重要，国际拢在注意。